人参鸡汤油仔茶等经典的韩国美食，还有受到大人囡仔喜爱的四手仔饮料嘛拢有。我每次都会来台南大圆柏这边，然后来买就是柚子酱，然后还有泡菜。台南大碗白韩国木山店开泡，在地风味会当伫遮一摆买好食。袂少商品嘛拢推出优惠组合，连中秋节韩肉一定爱穿的泡菜嘛来咯。那因为去年韩国因为极端的天气，它泡菜的部分，去年就是产量大减。那今年的话，慢慢的恢复正常。我们今年的这个手做泡菜也有供应。那加上我们今年针对这档活动呢，特别规划全馆单笔满3000，会再加送100元的韩国券，可以来我们现场使用。300块用1张。那另外呢，我们599。还可以参加抽机票的活动，以及单笔满999，又再加送1包海苔酥他们的明星商品。活动1路到9月初2期间，只要消费满额，就当抽台北首尔来回机票，全台限量22张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